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20世紀少年網絡，我係 Billy， 我係佢哋傻，我哋終於翻嚟啦，我哋翻嚟啦，強勢回歸，懶狂歡咯，唔係啊，係值得狂歡啊！都有一段好長時間冇錄音咯，我諗半年嚟噶，有冇半年啊？我覺得有咯，半年，同埋我哋好多時間冇出片啊，原因得一個。係啊，你要唔要講下點解一個原因？都算係近況嚟嘅，其實。因為我之前發展緊其他嘢。係咪港姐啊？係咪選？係啊，我即係我生咗個 BB。恭喜晒，恭喜 Vanessa 超突然咯！即係大家我哋聽眾咧聽到就會覺得突然之間有咗個 BB 咁。因為我生仔呢件事通咗天啦。係，我講下俾大家聽，因為當初咧我得知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仲錄緊音嘅，嗰陣時係應該係我哋27、28、29集。甚至乎25、26集音嘅時候，你已經係有咗㗎啦。唔係啊，我哋好耐之前都已經有㗎啦。係啊，跟住 Vanessa 第一次同我講嘅時候，我都有少驚訝咁樣啦。咁我好記得佢同我講就係話唔好話俾人聽啊，我想 keep secret 啊，我想永遠做一個妹，我唔想俾人覺得我係老母咁樣喎。跟住你自己講俾人聽發生咗咩事？但係我諗大家都知啦，就係佢出咗世之後就發生咗一件好滑稽嘅事啦。詳細你哋可以去我 Instagram 嗰度睇下。簡單啲嚟講就係 Vanessa 紅咗啊，因為條片，跟住全香港人亦知道你生咗個女啊。係啊，但係是但啦，我都係好靚啊，我靚唔靚啊？我靚唔靚？你哋留言話俾我知我靚。好尷尬啊！黐線，咁所以你而家都唔睇個妹啦。但係我都係靚。你都真係肥咗，我而家睇相鏡真係覺得肥咗。收聲啦！啲啫嘛，你仲想點啊？你而家人，你而家係收聲。OK，我唔講嗰兩個字，咁幾好啊！恭喜晒你咯 ，BB 而家點啊？好乸嘈啊！係啊，如果大家咧聽眾聽到突然之間有 BB 嘅叫聲或者喊聲咧，或者見到本尊喺度咯，因為都剪唔晒，因為始終而家 BB 都好需要媽媽嘅陪伴啦。媽媽突然之間走咗2個鐘頭要去錄音咧，咁 BB 就會坐立不安。係啊，即刻開始啊！而家最近有冇嘢想分享？其實都分享咗 BB 啦，同埋想你提我，如果有雙下排，你話俾我知咯。收到你，可以呢個可以提你。OK。嗱，咁最近啦，即係我哋都半年冇錄音啦，其實咧就太多嘢要 update 翻嚟。不過咩嘢太多嘢要 update 翻，我冇見過啊！中間講到，其實我哋中間雖然唔錄音啦，但我同 Vanessa 其實有 keep 住傾偈，I mean 係 update 翻啲觀眾或者聽眾。Yeah. 最近就因為世界盃如火如荼啦，咁啊，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啦。我自己重度 fans 特登着咗呢件衫去支持我嘅愛隊。我純粹為咗靚。你唔係支持阿根廷嘅？冇啊！我支持嘅只有日本，我用阿根廷嘅藍色去為日本致哀，因為輸咗。我最愛就英格蘭啦，即係不嬲都係支持英格蘭。而家搬咗嚟英國住之後咧，你以前都支持英格蘭㗎？我以前細個咧，20歲之前咧，我受爸爸影響，因為我爸爸係英超球迷嘛，咁都係支持英格蘭啦，成家都。咁但係咧，自從上咗大學啦，即係20歲到30歲中間咧，我就轉投咗西班牙，因為當時嘅西班牙咧出咗一支好勁嘅球隊啦，而入面有好多嘅球星我都好中意。邊個？卡卡？唔係，卡卡係巴西嘅。對唔住。即係大衛韋拿啊、卡斯拿斯啊，或者你唔識嘅沙維啊。我識。係啦。咁呢啲咧就係我當初好中意嘅球員啦，咁所以我就曾經轉投過西班牙嘅懷抱。即係2010年咧，西班牙攞完冠軍之後咧，咁接住落嚟嗰段時間我就最中意啊。但係接住落嚟佢哋就慢慢開始飛撈啦，我最中意嗰一個世代。咁我而家就即係轉投翻英格蘭嘅懷抱，再加上而家我住喺英國啦嘛，咁我身邊啲朋友全部都係支持英格蘭，咁所以我今年都係英狗。你喺英國嘅懷抱裏面啊？係啊，你咧？你有冇睇世界盃今年？睇咗一場半場咯，即係如果真係認真睇嘅話，其他就望下邊咩比數啊咁樣咯。即係趁個熱鬧啊嘛。梗係啦，但係我屋企有個超級狂熱嘅粉絲。因為黃黃係超級狂熱粉絲係嘛？係啊，佢場場都要睇，佢基本上呢排都冇翻工，因為睇世界盃。我都係場場都要睇嘅。你支持邊隊啊？咁而家你同佢好似冇乜支持邊隊嘅，即係佢會如果2隊有得揀就揀一隊咁嗰啲咯。佢比較中立嘅，咁同埋咧就我希望拉攏佢成為英狗。冇啊，但係我哋買咗好多波衫咯，同埋 BB 都有買波衫，勁靚一個波嗰啲波衫。好靚喎！我想講今年咧，因為咧而家嗰啲波衫咧已經唔單止淨係波衫啦，佢哋已經變咗潮流咧。佢哋同好多嗰啲潮牌一齊合作咧，嗰啲衫好鬼靚。係啊，同埋依家有嗰啲 Y2K 咧，撞得好鬼靚。咁我覺得今年啲波衫出得特別靚，我唔知，因為係定係4年前，唔係啊，4年前我冇 care 呢件事定係點樣咧？佢哋好多 crossover 你而家身上面嗰件都好靚。唔係今年㗎嘛，講緊4年前。係啊，我知啊，即係我冇特別中意阿根廷，但我都覺得你呢件衫好靚。可能近年興多啲波衫啊 ，maybe。
我以前咧係冇每個禮拜睇英超咁有恒心嘅，但係咧我由細到大都係每一次咧去到世界盃嘅時候咧，我都會好進入嗰個世界盃嘅熱潮咁樣咯。又唔係嘅，其實我不嬲都有睇開波嘅，即係以前我喺香港啦，我就唔會話逐場每個禮拜都睇英超咁樣啦，因為英超就每年都有同埋每個禮拜都有。好似啲同學會做嘅事咯。係啦，即係但係我而家做緊英超球隊嘛，咁我都有自己嘅球隊。咁所以我都會睇多咗比以前香港。講到你好似踢緊佢哋咁樣，哦呢個即係都係打工咯，幫佢哋。最近世界盃係最熱嘅 topic 啦，咁不如就今日講下關於世界盃嘅一啲 true crime 嘅事件。吓，唔好啦。點解啊？好啦，我諗住唱個反調。我今日係講世界盃嘅 true crime。true crime 啊！我以為你講啲咩 trivia 嗰啲咋？唔係啊，唔係啊。Alright。我第一件想分享嘅事咧，係發生喺1978年嘅阿根廷世界盃嘅。呢一年嘅世界盃咧非常之特別嘅喎，可以話係喺無數嘅輿論之下咧進行嘅世界盃嚟嘅。表面上咧係主辦國阿根廷咧奪冠嘅一年啦，全國狂歡。但係咧呢一個1978年咧，亦都正係阿根廷恐怖嘅軍政府獨裁時期嚟嘅喎，其實。Oh no！咁咧，佢哋嗰陣時咧係進行緊一項咧叫做惡名昭彰嘅一個骯髒戰爭啊，即係 Dirty War。有無數嘅政見人士啦，甚至乎大學生咧係被消失嘅喎。咁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時間咧可以翻去1976年嘅3月24號啦。軍方咧派出嘅直升機咧降落到去阿根廷嘅總統府玫瑰宮入面，有一堆軍人咧就走咗去當時嘅總統伊莎貝爾培隆 Isabel Perón， 咁就帶走咗佢。喺2個小時之後咧，阿根廷全國嘅電視廣播啦，全部都中斷晒。咁喺呢個半夜嘅時分咧，收音機只係傳嚟一首軍歌嘅進行曲喎，其實都幾恐怖嘅，你諗下。咁直至到第二朝啦，終於傳嚟咗一個廣播宣佈咧，阿根廷已經咧進入咗呢一個緊急狀態，全國戒嚴。咁所有嘅政黨活動咧都要全面終止啊。而喺呢個管制嘅期間嘅一切政事咧，都會由新任嘅總統，亦即係陸軍司令魏德拉將軍接管嘅喎。魏德拉將軍咧係一個世界即係以聞名嘅一個人啦，佢都即係有好多輿論係關於佢咁樣嘅。咁聽落好似好恐怖咁樣啦，但係其實當時嘅阿根廷社會咧，可以話係鬆咗一口氣嘅，因為當時嘅阿根廷政局咧係非常之動亂啦，國內嘅極右派同埋極左派咧係互相廝殺嘅，所以咧就產生咗好多政治嘅謀殺啦、恐怖攻擊啊等等咁樣啦。咁所以其實阿根廷嘅市民咧寧願相信呢個軍政府魏德拉將軍，佢可以睇住呢一個阿根廷結束腐敗同埋政治暴力呢個宣言咧，都唔想再相信現今嘅政府嘅。咁當然啦，軍政府上場都唔係話咁容易嘅，就好似頭先所講啦，本來阿根廷有好多問題噶嘛，咁唔係話軍政府一上場咧就可以解決到嘅。軍政府咧做強力掃蕩、剷除異己咧，就話非常之易啫，因為佢哋不嬲都係即係武力人士嚟噶嘛。但係要管呢一個國家咧，其實係好難嘅。我都係武力人士。你而家就真係好武力嘅咧，係嘛？你好撚樣衰頭先。咁喺呢個時候咧，軍政府發現咧就可以利用1978年世界盃嘅主辦權喎。嗱，呢個世界盃嘅主辦權咧，其實係1966年嘅夏天咧就已經決定咗噶啦。因為當時咧其實冇乜國家想主辦世界盃啊，畢竟要使好多錢啦。咁阿根廷咧就以呢一個唯一嘅申辦國咧，提前咗12年咧就攞到呢個主辦國嘅資格啦。等陣先，咁樣可以做唯一申辦國，我可唔可以話 OK 24年後嗰屆世界盃我係唯一申辦國，我可唔可以咁樣攞咗佢？即係啲人申請到咁後噶啦？你唔可以提前申請嘅，即係佢係開放申請，咁你先至可以申請嘅。咁雖然呢一個係前朝政府所做出嚟嘅決定啦，但係軍政府就覺得其實可以好好咁利用呢一個主辦權嘅手段嘅，去令到市民咧中意呢個政府，係官方咧重點關注嘅國家門面工程嚟嘅。咁但係咁樣聽落都唔係話太差，係咪啊？即係只不過咁你繼續聽落去咯。OK。當時嘅軍政府咧對於阿根廷嘅球隊咧係抱有好大嘅期望嘅，咁覺得佢哋咧係好有機會成為奪冠嘅熱門嚟嘅。咁喺阿根廷隊咧積極練兵嘅呢段時間咧，其實軍政府亦都密鑼緊鼓咁樣咧，加快咗剷除異己嘅速度嘅。我覺得主要係因為即係世界盃有大量嘅外國勢力咧會湧入阿根廷啦，咁軍政府唔想呢啲異見人士有機會發聲啊，所以就更加積極咁樣咧，希望即係利用一啲非法逮捕啊、刑罰啊、處決啊同埋暗殺公民嘅行動咧，去控制住呢啲異見人士嘅聲音啊。哎呀，咁呢個咧亦都係所謂非常之出名1977年至到1978年阿根廷嘅骯髒戰爭啦，即係 Dirty War 頭先睇到。咁喺1976年至到1983年期間咧，軍政府咧全國咧開設咗呢幾百個唔同嘅集中營嘅，除咗海陸空軍之外咧，就連憲兵啦、警察啦、
地方警備隊啦，甚至乎係一啲市民右翼嘅民兵咧，都有授權咧去開始唔同嘅秘密黑牢，即係黑獄嘅喎，即係 like prison。Jail。咁地點咧，包括有呢一個軍事嘅基地啦、公家嘅宿舍啦、廢棄嘅球場啦，甚至乎首都金融區嘅地下室等等咧，都有呢啲咁嘅黑獄喺度嘅喎。哇！雖然咧確切冤獄啦同埋處決嘅名單咧，到而家都仲未全面公開嘅，但係總受害嘅數字咧係估計有3萬人嘅喎，超過3萬人。佢唔係話想攞嚟做靚靚工程，即係佢做靚靚工程之餘，係啦，靚靚係門面，但係暗地裏佢哋都做好多骯髒嘢。係啦，而當中咧最惡名昭彰嘅咧，逼供手法亦都係最殘酷嘅咧，正就係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海邊，距離世界盃決賽場館南美足球豪門河床隊嘅主場紀念碑球場，唔到1公里以外嘅一個叫做海軍電機學校 ESMA 嘅一個黑牢嘅。喺安中戰爭當中啦，超過有5000名嘅男女嘅政治犯咧喺 ESMA 裏面咧係遭到各式各樣嘅虐待、性侵、處決等等嘅。直到後尾咧政府下台為止咧，最後喺5000人裏面咧只係得返150人咧可以僥幸咁樣離開呢個 ESMA 嘅。哇！咩係一個營咁樣？係啊，佢係嗱呢個係嗰個世界盃嘅主場館啦。喺唔夠1公里以外嘅一個學校裏面，原來就係嗰個黑獄咯。咁當時咧嘅手法係非常之瘋狂噶。一開始咧，政府為咗掩人耳目咧，都仲會用一啲秘密處決啊、焚燒屍體等等掩人耳目嘅方法啦，去掩飾住呢啲咁嘅惡行嘅。哇！突然之間 B B 上咗鏡，好煩，好嘈。介紹翻 Vanessa B B。咁隨住咧抓捕嘅數量越嚟越多啦，軍方咧就決定採用更加有效率嘅方法啦。佢哋就唔再遮遮掩掩啦，唔再用啲掩人耳目嘅方法啦。喺1977年至到1978年嘅期間咧，每逢星期3嘅朝頭早咧，官方都會喺呢個 ESMA 入面咧揀幾十個名，呢幾十個名嘅囚犯咧就會被打上鎮靜劑，然後送上空軍嘅運輸機上面，直接咧喺拉普拉他河口，又或者係大西洋嘅外海被高空拋下嘅。哇！呢個咧就係受後世惡名昭彰嘅死亡航班啊！據說咧有超過差唔多2000人咧係咁樣直接喺空中直接掉落去海底而失蹤嘅喎。哇！1978年嘅6月25號，世界盃決賽咧喺紀念碑球場上面舉行，由東道主阿根廷隊對當時嘅歐洲霸主荷蘭隊喺90分鐘之內咧打出1-1打和嘅狀態，係最終咧喺加時嘅時候咧由阿根廷連入咗2球，以3-1咧嘅比數擊敗咗荷蘭嘅，歷史上第一次奪得世界盃冠軍嘅。當時嘅阿根廷球迷咧，啊，即係係啊，第一次奪冠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當時嘅阿根廷球迷咧見到阿根廷隊捧起冠軍獎杯嘅一瞬間咧，據說有60% 嘅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咧都衝咗上街，全國咧係一片歡呼、歌聲、吶喊聲，慶祝呢一個世界盃嘅冠軍㗎。哇！而呢一啲歡呼聲咧，其實全部都俾 ESMA 黑獄裡面嘅政治犯聽到，可以話係非常之諷刺嘅。2014年 ESPN 雜誌咧就訪問咗當時被囚嘅政治犯李維斯基 Norberto Newski， 佢回憶翻咧當時咧攞到冠軍嘅嗰一刻咧，無論係獄卒嘅大聲嘅興奮嘅廣播啦，又或者係球場上面嘅歡呼咧，都同黑獄裡面被折磨嘅人嘅歡叫聲咧係同步嘅喎。哇！而另外一位幸存者葛拉西耶拉達雷歐 Graciela Dalio 咧，更加咧係被人稱老虎嘅黑獄指揮官阿科斯塔 Jorge Acosta， 以特別恩准為由咧，作為表現良好嘅囚犯咧，帶咗上街兜風嘅，向全世界證明咧，其實軍人領導嘅國家咧係有幾咁團結，就連政治犯咧都會為咗呢一個世界盃冠軍而慶祝㗎，即係做 show。達雷歐話咧喺嗰一刻佢先知道，原來喺大街上面咧係可以清清楚楚咁聽到 ESMA 傳嚟嘅慘叫聲嘅，因為佢一直困喺入面啊嘛，佢從來冇出過街，但係佢上街搭車嘅時候，佢經過咗ESMA 隔離嗰條街，佢就發覺，原來係聽到入面啲慘叫聲。哇！咁喺世界盃期間咧，大家其實一直都無視咗呢啲慘叫聲，開開心心咁樣去睇世界盃㗎。嚇！咁我想問嗰度都有遊客㗎係嘛？都有嘅，咁但係遊客可能就唔知入面做緊啲乜嘢咯。咁佢家醜外傳咯。係㗎。好啦，咁1978年嘅世界盃冠軍阿根廷咧，最大嘅一個我可以話係個宿敵啦，就係我頭先提到嘅歐洲霸主荷蘭啊嘛，係嘛？當時嘅荷蘭咧有一位球王告魯夫 Johan Cruyff， 佢係非常之出名㗎，就算到而家咧，你都會成日聽到佢嘅大名。Okay。有唔少嘅荷蘭球迷咧，喺1978年咧都主觀認為咧，告魯夫帶領嘅荷蘭咧一定係可以攞到世界盃冠軍嘅。咁但係到最後你知道啦，即係最後俾阿根廷攞咗嘛。但係偏偏咧告魯夫咧喺呢個巔峰嘅時期咧，
佢突然宣布咧唔會參加1978年嘅阿根廷世界盃喎，哦，最後令到荷蘭咧慘敗咗俾阿根廷，無緣世界盃冠軍，到而家咧都仲未攞過嘅喎。哎呀，咁當時咧咁有陰公係啊，荷蘭冇攞過世界盃冠軍。咁當時咧有唔少嘅傳言咧就話告魯夫咧係為咗抗議當時主辦國阿根廷嘅極右軍政府統治，所以先至唔參加嘅。嗯，咁喺荷蘭國內咧就有另外一個較為流行嘅另一個版本啊，就話喺1974年嘅世界盃咧告魯夫都有參加㗎。即係上一屆世界盃決賽嘅前夕，上一屆世界盃咧荷蘭都係入咗決賽嘅，連續2屆入咗決賽都係輸。陰公，荷蘭隊咧竟然同大量嘅女性咧喺酒店泳池舉行咗呢個無遮嘅派對，即係可能啲裸體派對咁樣啦，即係淫賤派對啦。咁告魯夫嘅老婆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即刻打電話去問佢老公發生咩事啦。所以唔少人相信咧，真實嘅原因咧係因為呢件事之後咧，老婆俾咗極大嘅壓力告魯夫，令到佢唔能夠長時間離開自己身邊咧，所以告魯夫先決定唔參加下一屆即係1978年嘅世界盃嘅。竟然係咁，咁究竟真相係點嘅咧？接住落嚟咧，我就要講今日準備嘅第二單案，就係關於荷蘭球王告魯夫缺席1978年世界盃嘅真相啦。真相㗎？係啊，咁頭先提到咁 dramatic 嘅阿根廷嘅背後咧，原來喺同一屆嘅冠軍決賽荷蘭隊入面咧，都有一個好 dramatic 嘅故事嘅喎。喺1978年嘅30年之後，即係2008年啦，告魯夫嘅前隊友雷沙治 Carles Rexach 發表咗一本新書，當中喺書入面咧就提到咧，其實告魯夫決定唔參加1978年世界盃嘅時候咧，係嚴重受到佢老婆嘅影響嘅喎，即係就同荷蘭嘅球迷講嘅一樣啦，係啦。咁告魯夫對於呢件事咧係非常之嬲㗎。咁為咗回應雷沙治嘅言論咧，告魯夫決定接受加泰隆尼亞電台嘅訪問，決定咧講個真相出嚟嘅喎。原來喺1977年嘅年底咧，佢曾經喺西班牙嘅巴塞隆拿住所裏面咧，被當地嘅一名犯罪分子卡洛斯·岡薩雷斯·維布爾格 Carlos Gonzalez Ferber 綁架嘅喎。嚇！喺世界盃嘅舉行前一年，1977年嘅9月19號，當時告魯夫一家咧身處喺西班牙巴塞隆拿嘅大宅裏面。咁喺夜晚嘅時分咧，匪徒卡洛斯咧好大力咁樣咧就去敲告魯斯大宅嘅門，聲稱咧佢要遞送一個包裹。咁進入咗呢間屋裏面之後咧，卡洛斯咧就即刻攞咗一把步槍出嚟指住告魯夫個頭，然後喺小朋友嘅面前咧將告魯夫同埋老婆Danny 啊五花大綁咗嘅喎。喺遭到挾持嘅期間咧，Danny 咧不斷大聲呼救，最終咧就驚動咗同一層嘅大樓嘅鄰居啦。咁鄰居咧就即刻靜靜雞報警。而卡洛斯咧亦都喺驚慌之下咧，最終俾隨後嚟到嘅警方咧合力制服咗。咁告魯夫同埋屋企人咧，其實就喺當晚咧就已經脫險㗎啦，即係乜事都冇發生嘅。唔好意思，匪徒係咩人啊？係當地即係西班牙嘅一啲犯罪分子嚟嘅。哦，即係唔關阿根廷佢哋事。呢一場嚴重嘅家庭創傷咧，徹底改變咗告魯夫嘅人生觀啊！喺案發之後嘅長達幾個月咧，佢嘅住宅咧都係有武裝警察駐守啦。而佢嘅小朋友返學咧，都係需要有保鏢同行保護嘅喎。佢喺電台上面講到咧，喺咁樣嘅心態之下咧，佢根本冇辦法100%投入去下一年嘅世界盃，甚至根本冇可能離開屋企人，所以佢先至決定宣布退出國家隊，唔參加1978年嘅世界盃，間接造成咗咧荷蘭隊拎唔到世界盃冠軍呢個命運嘅喎。OK。講完1978年呢個咁戲劇性嘅世界盃之後咧，我哋就嚟到1994年美國嘅世界盃啦。哦，你今日係原來係世界盃 True Crime 合集。係啊，合集嚟。OK。呢一年咧嘅世界盃咧發生咗一件震驚嘅事件喎，1994年就係哥倫比亞球員艾斯科巴 Andrés Escobar 槍殺案喎。1994年嘅世界盃咧，哥倫比亞同美國咧分咗組喺同一個小組裏面，而喺佢哋進行小組賽嘅比賽期間咧，哥倫比亞後衛艾斯科巴咧準備將美國傳中球解圍嘅時候咧，竟然唔小心將個波咧撞咗入自己嘅龍門裏面喎，即係俗稱嘅烏龍球啊！呢場比賽咧以美國2-1咧戰勝咗哥倫比亞作結。呢一年嘅哥倫比亞咧喺賽前咧其實係奪標嘅熱門嚟嘅，係非常之厲害嘅球隊，係冇人會估得到咧佢竟然喺小組賽連線都出唔到咧就要翻屋企嘅。可想而知咧，其實艾斯科巴咧就做咗今次出局嘅罪人啦。艾斯科巴嘅爸爸咧曾經勸過佢，你都係暫時唔好翻國家住啦，以免有一啲不必要嘅麻煩啦。咁樣，但係艾斯科巴咧就話：我要翻去自己嘅國家，我要面對我嘅人民啊！佢好好喎。1994年7月2號，根據 ESPN 紀錄片《兩個艾斯科巴》裏面提到，當晚咧艾斯科巴咧唔理女朋友同埋朋友嘅勸告咧，堅持要去當地嘅一間酒吧。因為咧，佢覺得咧，佢嘅生活咧應該係要繼續，唔應該遮遮掩掩阻礙佢正常嘅生活㗎。艾斯科巴咧喺酒吧入面咧飲咗幾杯酒之後咧，開始同身邊嘅人咧討論今屆嘅世界盃。期間咧就同人發生咗爭執。
對方咧一直嘲笑佢嘅入球非常之靚啊！呢個爭執咧一直持續到酒吧之外，大概咧喺當晚嘅凌晨3點左右啦，就有幾名槍手咧將佢包圍，然後開槍咧將佢亂槍打死嘅。唉，據聞咧係槍手開槍時候咧每射一槍咧就會模仿球評大叫 Go 去侮辱艾斯科巴嘅。咁仆街！喺艾斯科巴死咗之後咧，世界盃其實仲未結束㗎。於是咧為咗悼念呢一位球員咧，喺嗰屆世界盃之後嘅比賽咧，參加比賽嘅球員咧都會喺手臂綁上咗黑紗去悼念艾斯科巴嘅。根據傳言啦，當年世界排名第4，曾經喺預選賽5-0大勝阿根廷嘅哥倫比亞足球隊咧，係當地好多犯罪組織啦同埋黑幫嘅奪冠熱門人選嚟嘅。除咗支持自己國家嘅球隊之外咧，呢啲犯罪組織同埋黑幫咧經營咗好多非法賭波嘅生意㗎。而傳聞咧，哥倫比亞嘅球員甚至乎得到賭波集團嘅死亡警告，警告佢哋咧一定要出線啊！但係然而咧，哥倫比亞爆冷喺小組賽出局咧，令到呢一啲犯罪組織同埋黑幫咧喺非法賭局之下咧輸咗好多錢啊！我警告你啊，一定要贏啊！咁啊，係啦，我都想唔通我唔贏啊！黐線！所以艾斯科巴咧呢個出局嘅罪人咧，被亂槍打死，可能係黑幫尋仇嘅結局嚟喎。都似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都幾恐怖，同埋哥倫比亞咁雜，係咯，咁多非法組織。好啦，咁最後咧一個故事咧就嚟到2000年之後嘅時代啦。喺2010年南非世界盃期間咧，發生咗一單冷血嘅分屍案。嚇！當時嘅巴西門將布魯諾費南迪斯 （Bruno Fernandes de Souza） 效力於咧佛羅明哥足球隊嘅，即係當時巴西一個非常頂級嘅球隊啦。邊個？當時咧佢憑住出色嘅撲救能力咧，成為咗巴西國內最頂尖嘅門將之一㗎。正處於職業生涯嘅巔峰啊！雖然咧佢冇份參加2010年嘅世界盃啦，但係普遍嘅巴西球迷咧都預計佢會喺2014年，即係下一屆巴西世界盃裏面咧，為國家隊咧披上戰袍出征㗎。OK，你諗下，巴西咧作為一個足球大國啦，喺芸芸嘅明星球員當中咧，被睇好可以代表國家隊出戰咧，可想而知咧，其實佢都算係一個前途無可限量嘅球員嚟㗎。女主角伊麗莎薩穆迪奧 （Elisa Samudio） 係一位咧著名嘅模特兒，佢最出名嘅事咧係因為曾經同葡萄牙球星斯朗拿度咧有過一段非常之短嘅感情啊。對於呢件事咧佢係非常之自豪㗎，甚至乎咧佢喺網絡上面咧公佈咗一段片段咧不斷大 show 啊佢同斯朗之間嘅情侶關係。但係其實咧，佢哋兩個呢段關係咧，只係維持咗1個月嘅啫。OK， 都好啊，但都好值得，就好似俾皇上寵幸過咁啊！結束咗同斯朗嘅感情之後咧，其實伊麗莎咧都係想繼續同足球員交往嘅喎。即係你拍拖，你嘅 preference 係乜嘢？我中意足球員啊咁。即係好大想頭喎，好勁啊佢。唔係你踢南華，我唔係話南華啲人渣。喂，南華球員都唔易溝嘅 ，come on。係咁，唔係即係我意思，我阿爸都係足球員啊。咁你阿媽都係一個同足球員拍拖嘅人咯。係咯，即係佢係可口可樂嘅足球主席嚟㗎，之前足球會會長。好勁喎。OK。2009年，伊麗莎咧喺一個 party 上面咧認識咗巴西嘅著名門將佛羅明哥隊嘅球星 Bruno， 即係我頭先提到嘅 Bruno Fernandes。當時嘅 Bruno 咧已經結婚㗎啦，作為人夫咧，佢依然咧決定同伊麗莎交往喎。唉。喺同年嘅8月咧，伊麗莎話俾 Bruno 聽佢有咗啊。伊麗莎堅稱咧 Bruno 係佢 BB 嘅爸爸，佢會喺仔仔出世咗之後咧證明呢一點㗎。但係 Bruno 其實已經結咗婚啦，而且佢自己咧都有2個小朋友㗎，所以咧佢拒絕承認呢一個 BB， 導致伊麗莎咧對佢提出咗親子關係同埋子女撫養費嘅訴訟㗎喎。呢件事咧其實係觸碰到 Bruno 嘅逆鱗嘅。10月13號，伊麗莎同巴西警方報告咧話 Bruno 咧同佢幾個朋友綁架咗佢。強迫佢食藥啦，落咗個仔。佢仲話呢一班人咧不斷毆打佢，又話俾警方聽咧 Bruno 曾經用槍指住佢個頭喎。咁但係咧之後 Bruno 咧係指責伊麗莎講大話嘅，堅稱今次咧已經唔係佢第一次講大話陷害佢嘅，佢係唔會俾伊麗莎得到佢想要嘅聲譽嘅，即係唔想俾伊麗莎記住佢上位啊。係啦。咁其實警方咧曾經希望向 Bruno 咧發出禁令㗎，但係法官咧駁回咗呢一個要求，因為咧佢覺得喺冇任何嘅事實證明之下咧，冇人證明到 Bruno 曾經有做過呢啲嘢㗎。2010年嘅2月，伊麗莎生咗個仔仔，並以爸爸嘅名稱咧稱呼為 Bruno。之後咧，伊麗莎咧進行咗一次 DNA 嘅測試證明啦，證實咗 BB 咧真係 Bruno 嘅親生仔嚟嘅。Bruno 話俾伊麗莎聽，只要佢唔再同媒體交談啦或者接觸嘅話咧，佢最終咧會解決呢一個問題㗎。5月11號，即係失蹤前嘅唔夠1個月
Bruno 喺一間酒店咧租咗一套套房咧俾伊麗莎同埋仔仔住喎。家庭法庭嘅出庭日期咧係6月11號，到時咧雙方咧就會喺嗰個家庭法庭裏面咧討論仔女嘅撫養費啦嘅安排啦，同埋 DNA 檢查等等嘅。喺呢個時候咧 ，Bruno 同伊麗莎講：我會提前咧俾一筆款項你㗎。Bruno 咧聲稱咧現金喺佢間屋入面，距離咧大概有幾百公里遠啦，即係距離嗰套套房。希望伊麗莎咧親自過嚟攞喎。伊麗莎咧同意咗 Bruno 呢個條件啦，所以喺6月4號 ，Bruno 嘅童年好友路易斯羅馬奧 Louis Romao 喺酒店外面咧用手機打咗電話俾伊麗莎，並將佢同埋 BB 咧一齊帶到去 Bruno 所講嘅地點。Bruno 嘅17歲表弟豪爾克 Jorge Luis Rosa 咧就同咗佢嘅童年好友 Louis， 即係 Jorge 同埋 Louis 一齊去到現場。據報道咧，伊麗莎去到 Bruno 嘅豪宅之後咧，就俾呢兩個男人不斷毆打。當時嘅 Bruno 咧係唔在場㗎，因為其實佢正正咧就為佛羅明哥隊咧踢緊波㗎喎。不過嗰日嘅夜晚咧 ，Bruno 終於出現咗。伊麗莎咧一直由6月4號被困到去6月10號，而喺嗰日嘅下晝咧，佢同 BB 咧終於被帶到去另外一個城市嘅另外一間屋入面。喺嗰度咧，伊麗莎咧被毆打同埋捆綁。最終咧，俾馬科斯阿帕雷西多 Marcos Aparecido 勒死咗㗎。Marcos 咧係 Louis 請翻嚟處理呢一單謀殺案嘅前警察嚟嘅喎。被勒死咗之後咧，伊麗莎咧被切死咗好多唔同嘅碎塊啦，有部分嘅屍體咧，甚至乎咧係被拎咗去餵 Bruno 養嘅狗嘅喎。哇！其餘嘅一啲遺骸咧就埋咗喺混凝土下面。Bruno 嘅同黨包括佢嘅前妻喺警方開始搜尋伊麗莎之後咧，嘗試將個 BB 收埋佢㗎。但係最終咧 ，BB 都係喺貧民窟咧被警察揾到，但係伊麗莎嘅屍體咧，直至到而家咧都仲係未揾得晒嘅。哇 ！Bruno 咧係7月7號咧向巴西警方自首啦。其實嗰陣時咧，警方已經有足夠嘅證據咧將佢拘捕㗎啦。根據 Louis 講咧 ，Bruno 咧喺監獄等待審判嘅期間咧，曾經2次嘗試自殺㗎喎。喺審判嘅途中咧，一開始 Bruno 咧係冇承認自己有下令殺害伊麗莎㗎，佢將呢件事全部推晒去 Louis 身上。但係之後咧就開始陸續承認咧，其實我都知地呢單案嘅咁樣。實在太唔 make sense 啊！哇，大佬，我覺得戥你唔抵啊！我幫你殺咗個女人咁啊。係啊，到最後咧 ，Bruno 嘅表弟 Jorge 向警方坦白佢所見到嘅一切之後咧 ，Bruno 先承認咧其實係自己組織咗呢一場陰謀嘅。2013年嘅3月8號 ，Bruno 因為襲擊、折磨同埋謀殺伊麗莎咧，被判咗22年嘅監禁。直到2017年。即係大概連埋佢之前受監禁等待審判嘅期間咧，大概坐咗6年幾7年啦。Bruno 嘅律師咧以上訴請求處理太過緩慢為理由咧，提出咗臨時釋放嘅申請，竟然獲得咗法官嘅批准。Bruno 喺等待上訴嘅期間咧，竟然被釋放咗。喺釋放嘅期間咧 ，Bruno 獲得咗大量嘅合同嘅邀約啦。呢件事咧令到巴西咧引起咗廣泛嘅抵制啊，有大量嘅抗議者咧上街示威。高呼呢一啲邀約咧係支持殺人犯啦，同埋支持婦女暴力嘅行為嘅，令到有一啲合約咧決定終止呢個決定嘅。2019年，法院咧決定頒布對 Bruno 嘅一項權利，就係令佢可以喺半開放嘅系統裡面服刑，即係話呢一名囚犯咧係可以喺屋企居住，繼續執行佢嘅刑罰。帶住嗰個腳扣啊！咁自從 Bruno 獲得部分釋放之後咧，有唔多唔少嘅足球隊咧依然向呢一位 Bruno 咧邀約㗎。但係每次都會令到抗議者非常之嬲，上街遊行抗議一名殺人犯咧，竟然以球星嘅身份成為自己小朋友嘅偶像。Bruno 咧認為自己咧係被剝奪咗人生，但係抗議者就認為作為一個殺人犯啦，佢已經好荒謬咁樣得到好多國家俾佢嘅特權，可以話係咧成為咗雙方不斷爭拗嘅論點嚟嘅。咁就係咁啦。哇，都好雞肋喎呢個。係啊。今日要講嘅係呢4單案啦。你會點樣講？即係你覺得係應該點啊？我覺得我係支持啲抗議者嘅，即係雖然你話我左又好定係點啊，但係我覺得佢始終都係殺人犯，佢只係坐咗有好多殺人犯要被判終身監禁啦，係被判咗22年不特止，佢只係坐咗7年，甚至乎9年就已經可以半開放咁樣釋放咗佢，然後仲可以得到好多邀約咁樣，我覺得係恐怖嘅呢件事。即係我覺得就算佢殺人喎，佢餵狗喎，即係我覺得唔得咯。我都覺得 too much， 即係你應該係要受罰，你唔可以做一啲即係踢波係你佢話俾人剝奪人生，你應該要俾人剝奪人生。係啊，我都係咁啊，即係我覺得係佢喺成件事裏面，佢冇一刻係叫做 innocent，佢冇一刻係無辜噶。即係你話我係被逼嘅，
我例如我俾人綁架，我殺死咗個囚犯，咁呢啲好爭拗性啊嘛。佢由當初自己出佢軌，餵狗係啊，即係佢唔係同自己老婆喎，佢係同小三喎。然後你搞大咗個小三之後，又唔想俾老婆知道，然後隱瞞，然後小三同你去攞，即係喂我而家有你個仔，你想點嘅時候就殺咗人哋，所有嘢冇一刻係無辜，冇一刻被逼啊。係，即係我覺得咁樣咯。我同意。Sorry，我會唔會太批判啊？都唔會啊。我太正義男啦，會唔會？唔係因為咁都合理啊，即係佢唔抵可憐啊嘛，即係冇一刻係值得啊，都係嘅咁冇乜咁。係啊，即係如果只係球會想要一個叻嘅人咯。係啊，呢個係佢嘅懲罰嚟嘅，即係你嘅球會就係佢哋唔理噶嘛，佢哋覺得哦，你幫到我球隊，我理得你個聲明係點？係咯，唔係好應該，即係佢仲會有錢好多錢收喎，仲要有名利喎，即係我覺得唔係好適合咯。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唔應該放咯。佢唔應該放，我都覺得係㗎。但佢放咗嘅，唔係喎，佢服刑啊嘛，喺家中服刑啊嘛。聽人講話巴西嗰個法例咧係好 so called 人道啦，好講人權嘅，佢哋係冇終身監禁呢件事嘅。即係死刑就固然係冇啦，佢哋冇終身監禁，佢哋就算殺人都係判22年嘅。我覺得係因為最大原因咧係佢係未釋放嘅，即係未釋放，但係有啲藥係唔啱。咁當然佢唔係親手殺嗰個，所以咧佢判得已經唔算重啦。其實親手殺嗰個判得仲重，即係雖然佢係指揮。但係嗰個前警察，即係我頭先講到 Marco， 佢係真係辣死佢嗰一下嘛。啲警察成日都會等錢使，佢哋肯定有啲好 bad 嘅 habit， 所以例如賭錢。啱。啲警察成日都係咁。哥倫比亞嗰件事咧，即係艾斯科巴咧，我當初揾料嘅時候，佢係令到我諗起今屆啱啱踢完挪威對英格蘭嗰場咧，咪有個挪威嘅球員做咗一個好差嘅決定，係咪？然後收死亡警告噶嘛，索洛夫。哦，係啊。即係佢冇傳波俾夏蘭特，自己射咗嘛，係嘛？唔知射定唔射，即係佢就。跟住夏蘭特就咁樣啊嘛，係嘛？係啦，然後之後咧，佢個 IG 係瘋狂湧入咗勁多人入去留言，即係屌柒佢啊，又咒佢啊咁樣，又甚至乎俾死亡警告啦，就令到我諗到呢件事啦。係，我都覺得我唔知點解即係做乜咁誇張，即係我明嘅，咁但係喂一球波啫，同埋大家都有 mistake 嘅時候啦。不過我作為英格蘭球迷冇資格講咩。係喎，你最後贏咗。係啊，贏咗咁費事啲人話我即係偏幫啊，我就唔講。但係佢又令到我諗起呢件事，因為佢係咁收到好多死亡警告，我就希望佢冇事啦咁樣。殿下瞓咗啊！好得意啊佢，證明我嘅講古仔能力係唔係佢聽唔到？佢完全聽唔到。係啊，佢喺一個好靜嘅環境度瞓咗。你中唔中意我為你帶嚟嘅世界盃故事啊？我中意啊，好應節啊。係咪啊？即係你遲啲中秋，你咪講啲中秋嘅 true crime 咁樣咯。我揀世界盃嘅原因係因為佢俾咗一個壓力我啊，我唔可以太遲出片啊。如果太遲出片，當我世界盃以前一勾咗，我就好柒噶啦。唔係話唔得嘅，你試下4年後。但係我而家就落下呢個狠話，我一係就2個禮拜之內出咗，如果2個禮拜之後冇出咧，就等我4年，我4年就會出呢。OK， 我哋就會 skip 咗第30集。就直接跳去第31集。我盡量剪快啲，就咁。好啊，就咁話拜。好啦，有咩就頭先啊，有咩下集再等你講嘅時候，我哋再傾咯。好啊，咁啊，大家如果中意今日嘅世界盃故事嘅話咧，歡迎大家 like share 啦，喺下面留世界盃加1，唔知加啲乜嘢1，講下你哋嘅世界盃嘢咯，支持邊隊球隊都講的話，等我哋咧越多留言就越多人睇㗎。因為咧，你留得多言咧，條片就 go viral 咧，咁 IG 就會推我哋啊，咁就多啲人識我哋咯。咁啊，我哋嘅 social handle 係20世紀少年網絡啦 ，20th Teen。我哋亦都有Buy Me a Coffee 啦，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可以去我哋嗰個 profile 嗰度咧撳條 link，咁就可以買杯咖啡俾我哋飲啦。仲有冇啊？我因為太耐冇做過美門，我唔記得咗。差唔多啦。Buy Me a Coffee 係邊個國家嘅 coffee 啊？即係例如香港啲 coffee 成50蚊一杯啦，但係呢度啲 coffee 20幾蚊一杯。英國都冇特別平，都係30幾喎。唔知咧，你中意 buy 邊個國家嘅 coffee 都得啦。好啦，就咁話啦，拜拜。20th Teen